新兴里的里面来个专家有智慧100，比赛得冠军200，比赛摕奖金300，小酒来看戏。敢条件，比赛人，打你好哦！啦，我来比赛来看啦。好，第二组的来宾，欢迎我们这名福家，掌心拍拼，富甲大赢。来欢迎邱瑞台。来，谢你。哎呦，你即摆哦，真正系红花咧，好，来甲你负责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美秀。大家好，我是阿雄。是来欢迎阮这边的队长啦，阮李长伯啊来啊啦，哎呀来欢迎李长伯啊啦，是阮人间来的，迄个李长伯啦，嘿啦，是阮是新兴里的里面，是我是里长。吼是啊，今日带恁那落啊，恁迄李面拢来啊，阮母啊，兼阮祖囝，嘿，哎，甲恁母啊，甲恁祖囝吼，介绍叫伊自我介绍，好，来，我叫阮母啊，甲阮祖囝自我介绍。嘿，无来，即嘛母啊，你先讲一下母啊。大家好啊！我是恁李长伯啊的阿母啦吼。大家好，我是阿美。哎呦，嘿，这里台顶真正有影无简单，因为你要照剧情，不是讲咱家己安尼算就算出来，不是，你要照剧情正。那么阿嬷，那么就是迄落啊，曹孙安尼是。啊，咱要当时要演。咱伫咧1月11、12拜6礼拜啊，伫咧台南文化中心演艺厅，是下晡时間2點半，啊，做伙来看戲哦。是，哎，我甲你讲，你即间若出过吼，我甲你无啊，无啊，嘿，阮无要搁倒来演啊，袂到，忝啊啦。若是想要吼，佫会使扣着3000万。什么会叫3000万啊？来台南演艺厅听看人间条件，会当扣着3000万，这3000万拄好伫过年进前啊。看煞了好过年啊！千万爱平安，千万爱坚强，千万爱幸福。哎，就这3万甲摕起来，咱有影。 2025年就正好过，正平安，正幸福啦！嘿，好来欢迎，来个沙律机，来，什么我这就袂惯强的啦。我袂惯强的。李明，我是伫内底袂惯强的。嘿，什么名你袂讲？你是讲台湾版的哦？我是讲袂惯强的。冠强啊，张明和，你内底袂惯强的，欢迎大家来新营里找我买现场哦。好，个沙律机。 嘿，大家好，啊，我就是林间条件内底迄水电行的头家，嘿啊，我叫。啊嘛是做警察啦。对，我温呐。是啊，甲阮拍者吼，我就知，你就讲阮去倒位演出啦。赞哦！好，今日要来提100万哦。好，欢迎你们，所来个刷入去换恁那边。啊，是，我刷来要介绍阮这队，真正是有够用心的啦。是，不管什么年纪、什么年岁，都是要读书啦。哦。哎，来介绍我的学弟啊。哦。听讲旧年才毕业。 欢迎我的队长王俊豪。你好。哎，怎么讲啊？旧年才毕业，对，旧年才毕业嘛。对，硕士。对。因为要赚100万，就一定要带上强的来啦。嘿，来上高要甲介绍落去。这位是我的好同窗，是我的好兄弟，是敬畏。好啦，欢迎你啦，校长。来个啥落去？嘉颖，来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叫嘉颖。是欢迎你呢，嘉颖。好，来个啥落去？第4位真了不起哦，大家调好啊。对，要调好，嘿，马上调好，因为有一提3个硕士。哎呦，对，啊，今麦佫伫读第4个。哦，那啊，唔过麻烦你自我介绍一下。董英，大家好，我是尤东英，今年70岁啊。我的兴趣，我的事业是做运动针，已经做40年啊。我希望我会当读书中间，会当熟悉这好兄弟啊，斗阵来佚佗，斗阵来拍拼，这是我的人生的目标。多谢各位。真好，好，今日介绍咱台语顾问老师。欢迎咱单鸿辉单老师。做伙讲台语，心色搁欢喜。哦，真正有影，台语真正有影，真心实个
讲了哦，讲唔对哦，我大家我足欢喜的。啊，若讲对，你会感觉啊，真趣味。哦，这意思拢对，吼。是，今日呢就是为大家拢为着这100万。100万，我是为着交朋友来。啊，真的吗？哎，干落起，两队拢是来交朋友的啦。顺便摕奖金啦。啊，你有看过无？100万现金。100万。今摆节目有现金的足少啊。我不是你甲恁好难的哦。你也在讲好难哦。不要紧啊，这是台语词啊。系啊，系我无你甲你话好难的哦。真正有100万哦。来哦，目睭白金哦，来入车啦。正，射囡仔伫遐射地球仪呢。所以讲，大家爱拼，先甲加油，甲提起来哦。今仔咱是为着100万来的。嘿，无唔对，来，咱即个今日去第一回合开始。全家有智慧，讲台语摕100万。这队拢总有96组家庭参加，比赛分做初赛、复赛、决赛，只要过3关，就法度进入最后的冠军赛。伫咧冠军赛胜出的家庭，就会当摕到奖金100万，100万的奖金哦！大家爱加油嘿！美秀，阿雄，经济兵，来，这个回合美秀一个答阿案。雄我嘛有一个答案。分数哪算？啊，特别恁只经着正确的答案，就使得到1000块，上最使得到6000块。哦，当然嘛是甲6000块先提起来啦，吼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伊这是有一段华语的这个短句哈，我读者哈。夕阳逆光映照身影，一抹绿光闪现，场景显得格外梦幻。这内底有一个叫做逆光这个词哈，逆光台语安怎讲？哦，逆光哦，吼，美秀这边的答案是对头光，是大家看到这个相片，就是亲像老师拄仔讲的，迄画遐尔啊水安尼吼，有无？日头安尼拍落来，是不是对着你的头？是。嘿，所以讲就是对头光，嘿，这简单。阿雄，我的答案叫做擦目光。擦目，因为你看，咱来咧手电啊，还是电器，甲你照到你的目睭的是毋是足擦目的？哦。嘿，啊，伊这种位过来，就是擦到你的目睭，所以说擦目光啊。哦，你的嘛真有道理咧。但是我感觉你的更较好啊。啊，对头安尼照来啊。哦，啊，你到底是美秀的对头光？啊，是阿雄的擦目光咧。来，两队咱请选择。美秀，阿雄，经济兵。好，来哟。哎呦。哦，有心，你选的是上的擦目。擦目光。擦目光，因为我想讲，若是对头光。啊，有可能安尼嘛是对头光，安尼嘛是对头光，安尼嘛是对头光。哦，哎，有道理呢。我来感觉伊的头敢若不止啊大粒啊。啊，来你刘伯，你感觉我的是对头吗？对头。因为一般人讲擦目哦，伊毋是讲敢若讲日头安尼啊，有诶讲这个人足个人玩的，讲哦，我是看到你足擦目的。擦目。哦。伊个形容词啦。好，我感觉是擦目啦，因为擦目意思是讲。你烧着我目睭，我目睭无爽快嘛。是。啊，你若直接看迄个光来看，你家己嘛感觉无爽快。有当时你开车时阵，因为伤暗嘛，啊对向拍一个鱼光的电。你会感觉较远的远光。对，远光，对。啊，你就感觉啊，足擦目的安尼，应该这个道理较对。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？答案是美秀的对头光。先，恭喜你了1000咯！哇，咱做这词哈，拢是一个词有几啊种意思啦。哈，这个词嘛是共款。当然，这个对头有时啊会当用来做，譬如讲，冤家相做对头，这种对头，哈，对。啊嘛有诶，这个意思就讲互相安怎，哈，就讲对头讲就互相讲。嘿，啊，但是呢，咱即马用对头光，主要是因为安那，伊的意思讲对头前咧正安尼照过来安尼啦，嘿，所以讲目前较侪人用安尼的讲法，大家当参考看卖。好，来，咱要搁出第2题啊哦。来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店家优惠有时啊会吸引到小贪的人，请问贪小便宜台语安怎讲？哦，美秀这边是小撇脸。哦，是因为啊，咱细汉的时阵，阿嬷都拢会讲过啊。哎呦，你这贪心哦，你啊，哎呦，你真正有影是小撇脸。
哦，嘿，所以讲我这边是小皮拉咧，啊，像我这边的答案是食钱鬼。食钱贵，哎，伊就是要占人的便宜嘛，就是要欠嘛，要甲迄钱拢囥喺落地啊，就是爱食或者妖怪，啊爱钱就是食钱鬼。到底是我的小皮拉咧，还是我的食钱鬼咧？来，两队咱请选择，必须阿雄，演一遍。是，敢若我的敢若较有道理啊，我家己认为讲你的嘛是真有道理啊。来，你长到底道理伫倒位哈？我做这个洗目睭看目睭，无人捌听伊讲食钱贵这种。是哦。那小屁人定定人咧讲，定就伊就叫小屁人。哎呦，是内面的角色小屁人。不是本来伊若食物件的时阵，伊拢小屁人，拢缀我后壁，我来纳钱啊。哦，你较注意就是安尼。就一定安尼啦。好，啊那咱等下甲咱妹仔咧。嘉颖，那我对这个小气练哦，嘿，小屁人。宜兰腔因为合作应该是小气燕，小气燕，讨厌的燕哦。你宜兰人哦？我宜兰人罗东，宜兰腔就应该讲啊，小气燕，嘿，小气燕，嘿，所以我又是小气练，哎，对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，答案是李秀的小屁脸。哦，大家都有对呢。对，这个小屁脸的这个音吼，拢是算文言音啦。这个小吼是迄个小字字的这个文言音，啊屁比屁的屁，吼啊脸这拢是文言音，吼啊这个当然意思包含讲这个小贪，啊嘛有包含讲有些有几人咧讲人较无。敢若讲较无度量，还是讲这个真爱计较啊，真当生，这种形容嘛有人用。好来，真牛哦，厉害哦！即马差这1000俩应该。差1000嘿。好，不要紧，第3题来啊！加油加油加油！来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请问摇人无才，摇猪无台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哦，我这边的是形容人歹剃头。你甲看。有讲到人，啊嘛讲到猪，咱爱人才的时阵无人才啦，爱猪的时阵，无一只好猪通啊抬啦，是就讲哦，这样足歹母的啦，嘿啊，足歹剃头的啦，是，所以讲我这边是形容人足歹剃头。是啊，像我这边的答案叫做勉励人爱稳重啦。我这边是无，你这是勉励哦。因为安怎讲，伊个人吼，是人讲咧。起来无起来，想坐无坐办，迄就是说这人无才啦吼。摇猪无台，什么意思？就讲这猪行起来摇，普通拢是破边啊。是。所以我就无要抬啊。所以意思是讲，咱人吼，唔通来做代志吼，安尼足轻浮的摇来摇去，变来变去。所以就是爱稳重，意思无代才意思。对。哦，伊的嘛是真有道理。但是我感觉你的嘛，敢若有影。安尼嘛，到底是我的人歹剃头，还是我的讲人爱稳重咧？好，来，咱两队请选择。必须阿雄演一遍。好，即马大家拢共款，拢是阿雄这边。搁换起来。嘿，免热的啦。对。哦，好来，你这边。按照这个里面的解释哦，应该讲你就较稳重的啦，哎呀，有人这时阵哦，较会直拽，迄种嘛才无好的。迄种无好嘿，大财拢漏了啊。嘿啊，财就漏财啊，所以我是讲哦，爱这个勉励人哦，爱较稳重的，唔通安尼空卡翘。我是感觉讲较早，阮听阮阿公阿妈咧讲话的时阵哦，伊若是要鼓励一个人，叫伊较稳重、大在一个，伊拢会用2个。形容词，人甲猪啊，还是鸡啊，什么安讲？若是伫咧嫌一个人啊，比如讲做歹剃头，还是安那，伊就会四顾连规个拢啊讲出来迄种感觉。啊，拄则迄个听起来，敢若是跟鼓励说啊，你爱开大财咧啊，吼安怎，我是嘛真有。伊这有一种讲法，讲叫做吼，成人成囝不好，成猪家走，嘛是用人甲猪来做一个比喻啦。来，到底是我歹剃头，还是我爱稳重呢？来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，答案是阿雄的勉励人爱稳重。恭喜得到2000！哇！来，咱副这边，恭喜得到2000！哦，来，咱请老师来
家说，啊，拄则要讲的拢阿翔讲起啊来。你讲了我再补充一下吼，就是有关稳重啦。当然，稳重是算华语、台语共通的词啦，拢会当用啦吼。啊，毋过就亲像拄仔讲的得定，还是讲定着，还是讲有代财，吼，还是讲话讲老婆定，吼，这拢是较形容咱传统咧口语上形容稳重的迄个意思，大家会当加使用啦，无一定干那用稳重这个词。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的鼓励啦。对啦，咱大家定讲啦吼。好，来进来看分数，看阮赢这边，今嘛有5枪，啊，咱好这边咧，冇4枪。进来咧，第二位啊，正港七道人。正港七道人。看风景真轻松。哦，今日要去倒位轻松咧。先甲两位报告一下吼，要互两位党的送一下。嘿，咱刷落来吼，要用镜头为半空中带恁来去看风景。有可能是全台湾的风景，有可能是外岛的风景，嘛有可能是外国全世界的风景哦。哇，困难啊，为半空亚洲中拢有，拢有。啊，今日要去倒一个州，我都唔知影。无一定，无一定去泸州无？泸州诶，好家就嘛有泸州嘛是真重要我这个厉害，好来，咱来看，这届是毋是要去泸州佚佗？好来，上海今日要去倒位佚佗？是，刷落来要甲恁介绍一个东南亚的国家，嘿，啊，伊这个国家的首都3个字哦。哦，东南亚哦，3个字的国家哦。好来，咱请看。好来，先看，知影就吹去，哎呦，试看卖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嘿，倒一个国家，伊国旗，雅加达，雅加达，雅加达，伊讲吼，你发音若无标准嘛，袂瘾讲对。对，加讲英文，英文会使。雅加达，啊，试看买台语袂哦？雅加达，哇，你乱写呢，学长嘛呢？其实拄啊念了袂歹呢。雅加达，牙是低都叫牙啦，加嘛对不？加，啊，上尾迄字，哦，厉害。来，你念一个，互老师听。确定一个哦。好，来，老师伊安尼念对唔对？拄则已经有讲着对的啊。特懂。咱这个外国的地名吼，包含国家名，还是讲什么都市的名，基本上就是分两类啦。就是台语较熟的，台语传统有讲法的一类，啊，另外一类就是较无熟的。吼，啊，这个部分虽然讲印尼吼，咱的这个台湾遮足侪印尼的人伫遮做工课等等吼，啊，毋过其实咱台湾人对这个国家无熟啦，所以对除了印尼这个国家名以外，其实就是什么都市名、什么地名拢无啥知，所以这种的地名要翻译的时阵，就是一种就是照拄则。吼，咱所讲的这个雅加达这种讲法，等于讲较外原音的讲法，吼，这就一定袂唔对的啦。啊，当然另外一种讲法，有的人认为讲爱甲这个雅加达这3字用台语音来讲，这嘛是有人讲，嘛是会使。吼，啊那雅加达这3字。就是照咱的汉字，就是雅加达安尼，吼。啊，毋过安尼其实甲原因嘛是差较济，啊，毋过就是有这两类的这个讲法，对，嘿，所以雅加达 OK 啦。对啊，而且搁伫东南亚，对啊，是。袂困难，后一个共款的，互恁看到国旗啦，袂啦，起码差一2000名，够有机会啦。加油！好，来，咱今日换人。好来，上个今咱要去倒位佚佗？是，咱刷落来吼，要请恁讲出这个有名的一条河。嘿，这个河两个字，什么河？两个字的河，吼。好来，咱请看。有看到？什么河？等下，这我袂晓英文，我讲台语。好，塞。那。
塞纳河。对啊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塞纳河对唔对？老师拢听袂落去啊，到底是号做什么河咧？两个字的河，哈，好来，咱请看。这真清楚啊！迄个这个剃头有看到啊？有看到，什么河？哦，这真清楚啊！有看到啊，唔知。但係這我袂曉英文，我講台語。好，塞納那台塞納，哇咁對啊！塞納河，對啊！我给你试看麦啊！好，塞纳，塞納河。好来，老师，塞纳河对唔对？我上爱看老师这种表情，伊有在边嘛？对，比有心较为难。你搁会当试看卖，迄第一字吼，小可调巧者，可能就对啊。嘿，搁来第二字，你可能会当试讲，比如讲你要付钱，除了付钱，这个搁会当什么钱迄个动作，迄字你甲讲看卖安尼。塞納即马迄个什么水，迄个调就是什么水，迄个调，嘿。差一点嘛，对，安尼互你对。好，不要紧，咱继续个影片看完，再个讲来。真水呢吼，哦，啊，唔是嘛，真水。哇！其实这个塞纳河当然是照汉语的台语音去讲啦，你若要照所谓较接近原音呢，当然就是看要照英语还是法语的，差不多是亲像塞纳河这种音啦，塞纳河这种音，这是较法语的啦，就是同款的问题，咱要到底，因为这咱较无熟嘛，因为台语较无咧讲这个河的台语名，嘛虽然讲法国可能。真侪人爱去啦，不过无一定有关系台语讲法，所以用塞纳河或者是塞纳河这种拢会使。哎呦，搁差这1000。哎呦，好，来，咱今日换人哦。好，来，上个今日去倒去倒。是，咱刷落来吼，要甲恁介绍一个国家，叫做匈牙利啦。哦，好，咱看卖，伊这个首都叫什么名咧？已经甲你讲啊，匈牙利的首都哦。好，来，咱先请看。哦，风景真水，但是咱拢无动静。哎对，我了紧3000块歹赚。了紧，咱可以提出来。哎，头一个字是不。哦不哦不，我讲的不是华语哦，不搭配啦。不，是吗？你有看到后边拢拔的？来，那个兄弟，不搭，不，莫过啦。不要拉了。不搭配诗，不搭。你唔捌听过吗？不搭配，不搭配诗，不搭配诗。哎，你讲2摆2个无同款。其实
实你音有一点仔唔对啦，吼。啊，不过我看你已经安尼讲甲真假力啦，吼。要叫我加啦，哎对。要讲到要救囡啊。对啊，本来我想讲你可能会讲英语的，结果你佫无讲出英语的。我英语一时想袂出来是安怎？想不出来。哦，因为伊即个咱做者迄个翻译的音吼，就是拢照迄个，主要是照英语较济啦，就是讲迄个音译吼，啊，所以是布达佩斯，哦，伊咧布达佩斯，啊，怎翻做布达佩斯安尼啦，嘿，啊，其实你若是要照即个台语的讲法，真正是无简单，吼，因为搁较济音节，嘿，啊，所以是你若是要真正讲究，其实是调个搁巧者啦，哦。嘿。啊，毋过看你讲到要吐长头啊，我想讲啊，就是真勤力啦吼，嘿，真勤力啦安尼啦。好，来，不要紧，还有最后一组哦。好，来，咱今日换人。好，来，咱即马紧来去哦。好来，来看咱今日去倒。莫紧张吼。哈，来，上回咱今日去倒去倒。诶，刷落来吼是一个国家两个你的名，两个你的名哦。好，来，咱请看。两个你名哦。诶，是，这拄拄还有明显啊，因为民俗的物件啦。对啊，啊，搁几只尾，你看吼。好来，咱看咱这。啊，伊的顶有倒，嘿。明和。啊好。这第一遍讲。你先讲华语。蒙古。哦。缅国。缅国。免讲，免讲，免讲，唔是免讲啦，爱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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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缅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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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缅国，缅国，蒙古，蒙古，缅国吧，缅国，确定哦。来，老师，缅国对唔对？歹势啊！啊，不要紧，咱继续搁看，是唔是？好，来，继续。好来，来，伊讲的国家是对的啦，啊，但是伊的讲法是唔对的。哦，蒙古，蒙古是来，老师蒙古对唔对？你要搁确定一下无？哦，第二字啊，第二字你搁确定一下。蒙古，蒙古，啊对。来分数，终于记得查清喽。嗨，咱大看画面应该是真确定啦吼，啊，就咱可能无一定有机会去啊，因为这个所在真大真宽吼，啊，伊是落尾遮这个家己成立这个共和国安尼吼，啊，会使讲是世界第2大的内陆国。吼啊，但是人口真少，敢若300万，哦，然后比台北加一丝丝啊尔吼，嘿，啊是有真这个好的这个自然光景啦，啊，毋过沙漠嘛真大片安尼，啊，以上，谢谢老师。来，咱今晚紧来看分数哈，来看阮这边人呢，有11000，嘿，啊好的哩，哦，1万多好，哦，嘛袂歹，差这1000了，1000不通啊拼咯，继续拼哦。好，今日咱的第3回合，两家来拼台。第3回合，两家来拼台。哦，来拼一个看一个，咱有8提示，中有一个问号，什么意思？里长、人、温泉、头家、钱、青虎、金门、家子。咱这8个提示代表8个无共款的问题。哦，是问题。啊，问号是代表每一个问题后壁有无共款的计算。啊，若是阮这就是讲哦，咱分数较少的人，咱先来算，有好无歹哦。好，所以讲咱是进好嗰个。嘿，好的。你先算，要倒一个。我是感觉以人为本啊。嘿，会当讲的，会当讲的。好，你年纪上大，我听你的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，人的奖金有偌济？哦，哎呦，对，7000，袂歹。 Lucky 7，嘿，真正，嘿 ，Lucky 7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
请问讲一个人真青影，是讲伊当生，还是派头真大咧？好来，60秒的时间，青影，青影。嘿，是当生还是派头真大？对，来，派头真大，派头真大，确定。确定。好来，咱来看一下派头真大对唔对？嘿，7000现赚起来啊！来，恭喜你着7000。讲派头真大，真注重这场面以外，哈，有另外一种意思，就是讲，比如讲，哇，两位穿甲遮尔青影，表示讲啊啦。叫 fashion 安尼啦，嘛有人这种另外一种叫时行的这种新调派这种的，啊，不过大部分是较用伫较负面，就是拄仔咧讲的啊，派头真大安尼，嘿，是以上。好，谢谢老师。真刺激哦，7000人提去啊，换你后你溜白。你变输啊，你变输。我即摆摕较贵的哦。一定系啊。这内底吼上困难的应该是1500啦，对不？1500最困难的。所以咱卖经1500。啊，你有想法无？你伫甲比爱心无啦？你有想法无啦？钱啊，钱。你的想法是钱啦。我想法是比爱心的。钱啦，哦，好，确定是钱哦。来，咱来看下钱的奖金有偌济？哦，哎呦，5000哦，袂歹呢，快豆豆啊来嘛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酒钱是招财的宝物，你敢知影招财的酒钱伊的特色是有几支卡咧？我要求救。对，5000你就求救啊，那万5咧。真正唔知几支卡呢？你真正要支援？真我真正袂晓。哎呦，我救人哦，真正的呢，这简单呢。几支？3支。你看我若无求救，我有4支卡啦。招财酒钱是有几支卡咧？讲个回来，报你知哦。请问酒钱是招财的宝物，你敢知影招财的酒钱伊的特色是有几支卡咧？好，来60秒的时间，酒钱有几支卡？有几支卡腿？招财的酒钱。这是不是有限制啊？无限制。无限制。来，今日是时间到。今日无啊哦。好加载。嘿。我要求救。 5000你就求救啊，那万5咧。真正唔知几支卡呢？这个机会啊！对啊，这个机会。你看，加在我有。你真正要支援？真的我真正袂晓。哎呦，我救人哦，真正的呢，这简单呢。几支？3支。你看，我若无求救，我有4支卡啦。阮厝都无饲酒钱啊。相处的饲酒钱。上个无人厝的有饲酒钱啦。我们做行李的，唔知。哦，要招财啦。再讲你的3支卡啦。好，来3支卡对唔对？ 来分数，今日得5000咯，哇，又搁差1000，哇！这3支卡这就是以早传说的啦，讲有迄个有一个官吼，啊伊就是传说讲伊互这个张弛救着安尼啦，嘿啊，但是搁另外一种传说是讲，有迄个张弛精，哦，啊互迄个神明修复了后，嘿啊。 怎叫伊改写规正，吼啊，毋过敢若是骹腿的部分，毋知是甲处罚啦，安怎变3支卡安尼？哦，这有各种的传说安尼啦。反正就是讲，招钱，有诶讲招钱甲招钱做成的安尼啦。这个台语的音嘛做成的，哦啊，几支卡迄是过去传说安尼。吼，以上。不要紧，大家若有去金宝店看人迄玉啊，你就去遐看，真正有影3支。招财，嘿，好，来继续。 加油哦！人若有钱，就会当做头家。做头家，好，真好。来，咱来看下头家奖金有偌济？头家真正豆豆啊来，长99，好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阿福是头家，有开一家店，一家店的量词，若要用台语来讲，应该安怎讲才对咧？是一间店，还是一路店？ 来60秒的时间。啊，你嘛是头家啊？嘿，你有一间吧？还是一路？
5、4、3、2，是，哎，来。后家，你感觉是一坎还是一路？免想遐久啦。啊，救命！救命！紧嘞！年纪上大迄个，紧嘞！一坎店。哦，一坎店。哦，哎呦，确定？干咩啊？好，来，咱来看者，一坎店对唔对？咱有一句话咧讲，三脚步一坎店，吼有安尼的一个俗语啦，吼。嘿，本来咱若讲，可能是咧讲一坎一坎是，譬如讲迄坎啊安尼，吼一坎一坎安尼，对啊，所以以早就有这个流传这个用词，用坎来讲这个店的单位。啊，若一落呢是用伫别位啦，一落就是一个大厝体内底安尼一排安尼叫一落。哦，头前排就是前落，后壁排就是后落，安尼。以早的大厝体有无？嘿，有安尼做一排，迄就是一排一落，一排一落安尼。嘿，所以坎甲落用伫无共所在。哎呀，你上乐是嘿，好来换你啊啦，你顶啊，你要落倒位啦？叫你顶啊！你顶哦，你顶来，咱来看者，你顶的奖金有偌济？哦，哇，你顶较大钱你顶哦，好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里长办公室总是有真侪互人搁笑搁哭的代志。根据咱的法律规定，台湾人的满几岁就会使来选里长咧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你应该知哦，你无救命机会啊！我无通救啊，对不？嘿，无通啊救啊哦！里长5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少年，满几岁哦？是啊，真歹哟。应该是成年，但是我会记哦，我顶帮去采访一个里长，伊嘛是20几岁呢。是。嘿啊。二几？28。28吗？25啊！那也真困难啊！哎，1万块呢？你要24咋无？2无。好啦，差不多，好够做到差不多。来啊，确定哦。哎，确定一个。24。哎，好不好？好啦好啦，期待啦，又袂对啊。好来，咱来看者24对唔对？公职人员有一个选举罢免法啦，罢免法，选举罢免法吼。啊，伊内底15条、24条有讲到讲，就爱满23岁，啊，佮爱伫选区住4个月以上，安尼才有法度有资格来选里长，对。这是23啦，23，好，谢谢老师。哎呀，1万多安尼买起来呢。我嘛是有20几岁。是啊，即摆愈来愈少年啦，不要紧，咱有机会。有机会来，来，进互哥哥，互哥哥来。好，做大客趁钱来洗温泉，好来。洗温泉哦。好，来，咱看者温泉的奖金有偌济？哎呦，真高细哦！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北投是台湾泡温泉的好所在，啊，北投这个名吼，其实是原住民的什么意思咧？是麒麟还是红鱼咧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是。有去北投浸过风水、洗过温泉。麒麟还是红鱼？2、1，来。袂当救命，袂当，你救失败啊！你救过几摆？无命通救，新鲜来救无命。我即摆敢若剩半命尔。哇，是麒麟还是红鱼？红鱼是。我会要麒麟啦。麒麟。确定吼？麒麟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这里，麒麟对唔对？北投洗温泉拢唔捌去看迄温泉博物馆，也是迄个原住民博物馆遐物件款吼，应该拢无啦，遐拢有写吼，就是咱这所谓的平埔族的语言，迄个北投迄个音啦吼，就是红鱼的意思啦。啊，红鱼是啥？唔是咱的亲戚吼，伊个是基咱遮可能咱的讲法会讲啊，祭司吼，还是什么法师这类的啦。哦，医生啦，就是嘿，啊，就是伫个原住民族群内底算作是，若有啥物祭典吼，迄主持的迄个真有
这个受人敬重的一个人物就对啦。看你哦，咱李长伯啊，安哥，青蒿，哦，青蒿，青蒿，青蒿应该是到2万温。 2万哦，我这上悬啊15000。我唔知啊，应该是上悬的嘢啦，哎呀，青蒿，青蒿。好来，咱来看一下青蒿奖金有偌济？1000块。你哪有1000块的？我讲亲情就是卖计较啊。哎呀，无去的嘛，有都来计较，我听好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阿美亚的阿兄若是结婚啊，传统的称呼内底，阿美亚应该安怎称呼阿嫂的老爸？来，60阿美的阿兄结婚啊，阿美的阿兄，阿因阿兄的某是阿嫂啊。阿美啊，应该叫阿嫂的老爸叫啥？时间你对啊，去了，叫啥？亲家唔，亲家哦，无一定要限制。来，亲家对唔对？来分数，终于得到1000咯！这哦，爱甲这个单位抗议啦，这唔得爱1万块，爱用1000块。对啊，虽然讲对咱这个主角来讲足简单，啊，不过其实即马足侪人嘛唔知要怎叫，啊，拢黑白叫安尼啦，啊，叫安那，就对咧叫啥？叫阿伯叫阿爸黑白叫，啊，就是亲家无亲家啦，亲家。对啊，虽然真简单，不过这分数应该以后爱较悬。好，谢谢老师。来，搁2题哦。加油！贵子也是金门。啊，袂来去金门小算一下。哎呦，来，咱来看一下金门的奖金有偌济？3000。安尼，这题应该是这个简单哦，无简单哦。困难淡薄。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金门特产一条筋是用黄豆还是用姜做的？来，60秒的时间。应该有去买过吧？一条筋有啊，用大的，用抹的。真有名。5、4、3、2，哦，哇，这来，阿袂有够大诶，来，你即马搁赢9000咧，那会大啊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啦，我会用姜啦，吼，姜哦，一条筋是打起来了会凉凉咸咸安尼嘛。诶，有大的，毛抹的，毛食，毛凉的，毛。烧的，拢有，那是姜啊，毛烧的毛凉的，啊，就是姜啊。哦，快点哦。啊，就是姜啊。来，咱来看一下，姜对唔对？我是讲你对讲。哎呀，来老师，咱请解释。哇哦！咱会感觉姜敢若较有咱想的效果啊，吼，啊，结果唔是，是迄个，因为这一条筋这个名嘛介趣味，伊其实是几啊种这种豆仔类的食物的筋的一个统称啦。吼啊，一般来讲有3款的黄豆，无共品种的黄豆去处理安尼。啊，金门这听讲是用一种叶啊较大片的，迄块叶黄豆所做的安尼啦。嘿，好，以上。哦，谢谢老师，我就甲你讲修教。有烧的毛凉的啊。对，是啊。哎呀，不要紧。不要紧，咱即马嘛是26000到17000咯，所以去内面购一个哦，适当的哦，奖金真大的哦，奖金真大。好，来贵子哦，钱，来，什么钱？哪有钱？无钱来看，这些奖金有偌济？上安尼无出来嘛？一定足难的啦。你若是摕到，你就拼过哦。加油！好，来，请出题。请问有一种果子，互人号做鸟来啊？伊讲的是哪不啦，还是色夹？好，来60秒时间，唔免哦，唔免10秒哦。免啦，这题15000。55000。鸟来啊是哪不啦？哪巴拉就是巴拉嘛。系啊，啊，我听哪不啦？色夹。鸟来啊就色夹。色夹。那是哪巴拉，我就甲倒啊食落，我就退出演艺圈我。哎呦！赢就反叛，若输就退出演艺界，伊到底会赢还是输嘞？请出题。请问有一种果子，互人号做鸟来啊？伊讲的是鸟来啊哪不啦，还是色夹？
好，来60秒时间，唔免哦，唔免10秒哦。免啦，这是拿巴拉，讲的是拿巴拉，还是色家？嘿，鸟来啊，鸟来啊是拿巴拉。拿巴拉是迄落嘛，拿巴拉就是巴拉嘛。系啊，啊，阮遐就拿巴拉。色卡，鸟来啊就色卡。色卡好。 1万5。5万5。安哥你倒位人？我台北人。哦，台北人，哎呀，色卡啦。色卡。那是拿巴拉，我就。 甲倒啊食落，我就退出演艺圈我。哎呦，这个够哦！我自细汉到即摆拢讲拿巴拉就是巴拉，即摆拿巴拉若讲叫做鸟来啊，鸟来就好笑啊，色卡。色卡，好来，咱来看者，色卡对唔对？来分数，恭喜你万五！我你丢白啊！不是，真恭喜你啊！无你若真正是拿巴拉，你就真正永远看袂到你安尼。其实我嘛足淡淡呢，拿巴拉就是巴拉，当时讲鸟来啊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咱听老师解释。应该知影色卡啥哪叫色卡嘛，对无？色卡，哎，啥哪会叫色卡？色就是色卡茉莉花嘛。啊，迄个形亲像对，亲像烟头对我无？嘛还会嘛是会搁加2000呀对啊，所以就是因为是生迄个头有啊，所以讲有部分呢算做不够大啦，吼，就会感觉禁气哦啊，讲迄色卡安尼无爱，吼，啊，就禁气无爱讲这个名，所以怎换一个名讲？啊，因为迄个安尼一粒一粒的，迄个形敢若鸟鸟安尼啦，鸟，嘿，所以才有一个鸟来啊，这个名，对，是安尼来，就是讲避免去讲色卡茉莉粉，迄个直接去讲迄个名，嘿，对啊，所以有一部分有够大会安尼，嘿，好，以上，嘿啊，好，谢谢老师，有诶尊敬啦，迄尊敬啦，讲啊，色卡茉莉花就无好安尼，天妈无法度演戏，嘿，天妈天出艺界，惊到。好来，咱来看分数，看阮林的咧，即摆有32000，好的咧，后毛26000，嘛是真好，今日咱的支票10,000斤。嘿，支票10,000斤，大家动脑筋。来，咱即卖奖金，即摆奖金有32000，就是32秒，来，搁甲加落去，好，搁加30秒变62秒，好无？安尼你会想要退出演艺界？没啊，袂啊吼，这个回合真简单，你若看到提示就紧的，硬死就一直讲，讲就答唔对的，上个就会停落来。嘿，迄秒数愈少是愈好。啊，提示摆落一个念较紧的。哦，安尼哦。那念过写警告互你看。我个互你，会互你看，你搁讲我念较紧是不是？歹势。袂，你就使学袂讲的话。对。好来。来三题，来第一题几个字？第一题4个字，4个字哦。好，来，即马有62秒哦。来，咱请开始。第一个题是上水的风景，上水的风景，不是第二个弹棒啊，正确。等下4字啦，4字。你定定拢看这种风景吗？拄才向想到啦。不要，你应该听过人是讲哦，迄是上水的风景。上水风景。台湾上水风景不是人情味吗？哎，啊，毋过是4字啦，我袂记，我讲做美红子啊，歹势。4字。伊嘛是上水的风景嘛是水啊，4字啊。好，来，咱再看就几秒。即马还有55秒。真好。继续哦，来第二题啊。第二题几个字？3个字。3个字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开始。第一题是里长。哎呦，再来228公园，3个字228公园，啥物件？规庄仔内人拢知。放上头。啊，正确。你哪这厉害？哈。因为规早头人都知啦，来里长公布，哎，什么阿嬷，你的面已经煮好啊，快转来吃，阿妈暖去。现在里长哦做了真好，有成功哦，做甲心内。好，来，即马看这秒数，哦，够44秒啦！加油！来加油哦！
来第三题就紧的速度。速度。好，来第三题几个字？ 4个字，赶快4个字哦。来，咱请开始。第一好野人，好野人，什么叫做好野人呢？个4个字紧的，阿霞哇，好野人阿霞，4个字，好心，好心什么物件？紧，再紧讲，来，他家，不是4个字，啊，再上开了。啊，健康，真好，真正名好野人。阿霞，好心，在善开了，败家，哎呦，真好！来，咱今晚看者，是，搁剩几秒？一秒换1000，今晚搁剩29秒啦！而且这组他搁较服赛啊，哦，咱服赛这边来啊哦。好，来，咱今晚进来去颁奖。哎呦！感谢。恭喜！加油！好，今日谢谢咱的郭文老师。感谢咱单红辉单老师努力，谢谢老师。再见，有地位。讲台语提8万，好，你大家拢欢喜，再会。这个报名，红哥，哎呀，感恩了。